各位老友記，大家好！我哋風景遊9月又有新線路啦，想短途度假嘅朋友留意啦，原價998一位，而家一人團費2人同行，人均只需要499，全程2年內全新開業嘅酒店，純玩唔購物，下午出發唔使逼關口，輕鬆 hea 住玩，有3條線路任你揀。第一條3日2晚入住2026年全新開業嘅國際品牌酒店，1晚新會浩峰溫德姆酒店，1晚容桂自選假日酒店。樓下商場宵夜按摩一應俱全，品嘗野味爽鱔加荔枝柴燒鵝宴、烏魯伯私房雙雞宴。第二條連住2晚25年全新開業嘅洲際集團旗下鬧市中心三水自選假日酒店，特色美食有養生百花醋、呷醋五寶宴、御品豬腰湯養生宴。第三條連住2晚25年全新開業鬧市中心南海興海怡華酒店，每圍1隻沉香團體乳豬，仲有鹽水金沙雞、金香黃鱔飯，打卡廣州網紅永慶坊。呢個9月約埋親戚朋友一齊出遊，快啲搵我哋報名啦！